宜兰一个阿嬷伫个菜园啊烧草，意外引出着10外只虎头蜂甲叮，竟然就甲阿嬷叮死了。家属是来指控农业处，讲顶个月29号就已经通报讲有虎头蜂烧，但是县政府动作伤慢。县府是来澄清讲，因为这个虎头蜂烧是做伫个电火条顶，必须爱先公告断电，才会当来收蜂烧。但是想袂到讲，就伫个公告要断电的当天的早起，阿嬷就去互虎头蜂叮死了。平常时上看心菜园代志阿嬷，即摆已经看袂到伊的身影。家属如轮椅，顶明是看阿嬷的微照。初九下早，伊伫遮咧烧杂草，却意外引出虎头蜂，被10外只虎头蜂叮甲送病医了，也是过敏性的休克死亡。但是家属认为顶个月29就已经通报，这个所在有虎头蜂的蜂烧，高县府农业处一直拢无来处理。你若讲惊破病死无会讲，意外去互蜂叮死是送会动，做囝打死都袂动。这公道一定爱讨的。家属想要讨公道，认为公部门有疏忽。县政府农业处澄清6月29通报迄天就派人查看，因为这蜂烧就伫电火条顶面，必须要回动带电，先断电才会当拆。在程序里面，他们必须要有现场勘查，然后签缝，要去做断电的公告。那个公告以后，然后他必须要做张贴跟线网络的公告。7月初2确定初9暗时8点要断电来听这个蜂烧，想袂到一早就发生意外。不过对着这款的讲法，家属无法度接受，无排除要提出国赔。农业处嘛检讨流程，拄着类似的状况，会先为这黄色的警戒线提醒附近的居民，来防止类似意外搁再发生。